高雄橋仔頭新市鎮第3期開發案對10月下晡開始小連續辦3擺審查會議。地方居民是支持講，甲這藤搶的樹林變更做自上建地開這60米的車路接靠航園區。不過，這環保團體是將反對，煩惱講會去衝擊到生態。那下晡佇公所所召開的這個審查會議呢，因為雙方意見無相同，不時佇遐大細聲。審議會議也未開始，贊成橋仔頭新市鎮第3期開發案的在地里長李明，甲反對犧牲樹林生態來開發土地環保團體，雙方佇公所大門前，都是為着救保條起冤家。原警看辦事唔對，也趕緊來排解，要求雙方冷靜落來。等到入去會場，雙方又閣為着發言的方式冤起來。簡報就是特權啊！加在工作人員安大無互衝突口大，因為地方甲環保團體一直對橋仔頭新市鎮開發案的看法無同，為着要收集各方意見，國土司專案小組的審議委員10月下晡來橋仔頭辦審議會，會中國民眾登記發言，反對開發的款團認為，變更土地閣要開一條60米路，會互樹林無去，花金菇地價無地大，希望中央會當思考建議的開發版本。這個高低落差就是你開發之後就會變成填掉這個低洼地，所以本來你不會淹水，下雨的時候它是一個大臉盆，結果你開發之後水淹進來，淹到你的舊社區，淹到上下游。不過，款團的建議無法度得到在地里長李明的認同。里長講，橋仔頭大部分的土地攏落在咧藤搶的手頭，真無簡單，政府要來變更建設開發，尤其靠航園區的設立，和地方上下班時間攏咧塞車。里長強調，要發展嘛愛有利便的交通。中間即擺會在下上班下班，你搞幹嘛來？看中間即擺塞車，等到咁樣經營，一季的路，我講必須要開闢。拜託你，你這未住佇橋仔頭的，唔通來要決定我橋仔頭未來。經濟發展甲生態保護要安怎來抽替？國土司強調，會議無要做結論，大家意見攏會列入規劃參考，目前也無確定的方案。記者柯家做邱朝陽、郭永昌報道。